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9月6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就要接任行政院长的赖清德，上午伫永华市政中心召开向市民报告记者会，主要伫演说当中感谢栽培伊的市民以及共同打拼的市政团队。会中赖清德嘛将伊任内主要的施政成果与分享，场面盛大温馨。会中包括受邀请的市府顾问团以及主管等等都已经就位，来等待新任行政院长赖清德出席迄刻，加上大批媒体阵容，场面盛大。今天的记者会呢，也是赖市长呢，准备将这7年所有的。赖清德表示，关系下边以后有机会作为大台南第1任的地下市长，并且连任，心中满是感谢。而家团队打拼2000多日子，不止拍地砖，将债务还了157亿，并突破路平、交通、农业、观光等投资环境困境来打造台南。其中上界要义的，就是要持续地水工程。经过6、7年来，咱已经有10年保护标准的成果，只要24点钟内底落雨无超过250公里，安尼台南市会当免去淹水之苦。当然，未来台南市的治水的保护标准会继续搁增加。台南市政府嘛会善用蔡英文总统的前瞻基础建设内底水环境的治水计划，会继续提供台南市市民更加好的保护标准。对台南的爱，我永远放在心里。有有一个地当受灾户甲弱势家庭主体代表，嘛拢以献花感谢赖市长任内对因的协助甲鼓励，会当看出社会龙山文化。市长就是一样，就是有鼓励我说，就是要加油，然后赶快把身体调养好。对，然后就是说，有跟我们说，就是不用担心，然后不会因为他现在到中央过去了，然后就我们维冠这边他说会交代下去，也是一样会照顾我们这些受灾户这样子。赖清德主要一摆以市长的身份向189万市民消息会中，毛并带亚起台湾人骄傲海报有热情的粉丝来收听，祝福因一路支持的赖清德。在台南的民众的心目中，他都是表现第1名，像是一个谦君子般，能力好，执行力好，为台南带来很多的幸福。那这一次大家其实都很清楚，他去当行政院长，其实是一个战斗的内阁，其实是为台湾牺牲奉献。所以我想这一种的胸襟、无私的奉献，令我们感到骄傲。所以我认为赖清德市长是我们台湾的骄傲。其实支持赖清德市长已经7年多了。那其实就是会觉得说他的做事的风格跟态度是可以带领我们台湾人经济能更好，那我们大家都有饭吃，那台湾人会越团结，所以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得到。赖清德再次强调，伊并无离开台南，只是服务的范围扩大，对台南的爱将永远藏在心内。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赖清德伫市长任内所聘请来治水专家李梦燕，除了运用水利的专长，完成台南10档治水防洪的标准，而且伫接下秘书长以后，嘛充分展现沟通协调能力，加上伊无政党色彩加包袱啊，所以再次得到赖清德肯定，宣布由于接下代理市长。外界上要关心赖清德伫接任行政院长以后，村里来当外市长任期将由谁来接任？对此，赖清德上午伫向189万市民报告会中，正式宣布由秘书长李梦燕接任，肯定伊伫水利的专长加协调能力。我要跟全体市民报告的是，后续的市政工作不会中断。经由
审慎的考虑之后，下一个市长的代理市长，由台南市政府秘书长李梦叶来承担。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啊。李梦燕是水利专家，有工程的背景，但很难得的，他善于协调，而且深入基层。他在担任秘书长的时候，可以说就是掌握了每一项市政工作。我们绝对会秉持市长所托付还有所规划的这个市政蓝图。那么我们市府团队，我想每一个主管同仁都有这样的决心。我们会全力以赴，那么把市政做好，那完成相关的重大建设。当然前面也有很多的困难还要克服，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前进。对处的政治案拢无愿意正式是代理市长的秘书长李梦燕、常务马甲副市长吴宗营、民政局长陈宗安以及瑞典交通部长张建元，做会留下历史性的记录，充分表达不管未来动向如何，现阶段都是为台南服务。电新闻编辑郭博义采访过的。今年行政院长赖清德一透早伫市府向市民报告以后，随后嘛转往议会甲议员消息。伊强调有机会承担更较大的重担，除了市民的支持以外，就是议会监督，所以共款满心感谢。赖清德昨日决定上午11点到议会向议员消息，所以议长赖美惠甲副议长郭信良特别筹办欢送会。议会中无分哪里有侪议员拢出席，同时以公众提国、任重道远来恭祝赖清德这任行政院长加油声不断。市长一路走来，在政治上的任何一个岗位上，大家都从他的表现非常的肯定。今天特地到我们台南市议会来跟大家所有的议员一起来辞行，我们大家带着祝福。恭祝他能够赴任一定可以工作顺利，推展的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大台南往后的发展让大家能够对他有所的期待。我们为他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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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加油！院长加油！不过，其实媒体伫欢送会进前，所有焦点拢放伫议员谢龙介身上，因为议员谢龙介现身，昨个讲要一先监督赖清德，今日就早着进前总集顺的布袋戏红比雕做回到场，并且做了4句诗，甲东山的野生旁边要来欣赏。祝福赖市长啦吼，虎花相逢七春秋，轮回祖国将国救。开欠台南太保守，祝君敬上一蒸流，再上一蒸流，必雕送行政院长一罐故乡东山的花蜜，希望伊会当轮流出戏，到立法院会当好好表现。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谢议员，多谢毕雕啦哈，多谢谢议员来，谢谢了。赖清德伫议会3百会中，伊讲无分党派拢来，就是对伊上大的鼓励甲鞭策意义重大。伊表示，议员这6冬归来，甲伊做伙欢喜，做伙奋斗，甚至冇冲突。不过，伊发自内心的感谢，嘛尊重民意的力量。我每一遍来议会做施政报告，接受各位议员质询的时阵，恁的建设案，其实这几年来我拢无分党派，因为恁代表的是民意。我一定爱尊重恁背后民意这个力量，因为恁迁入基层，所以台南市政府的施政的施动会当进入基层，解决基层的问题，互阮的施政会当和民意结合做伙，所以我感谢你。上届清楚台南建设需求甲规划拿到的赖清德，伫这任行政院长以后，如何用关爱心情，特别投入资源，为台南的建设大大加分，市民拢目睭金金咧看。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
为应应消费者需求，BB 款品持续更新上网的速度，目前已经推出600枚，而且不止介绍优惠，也去送一张500块免费看影片的费用。另外，也正嘛推出 BB MOD 的手机应用软体，让民众随时当轻松收看。BB 款品推出600枚的超悬品款，让民众会当更加利便的上网络，享受高速上网的利便。业者为着要回馈消费者，也提出了侪优惠，只要600枚签约一档，就当得到家乐福礼券100块，也有 VOD 500块的看片金等等的好康。BB 宽屏从9月份开始要推出新的产品，我们有600枚高速上网的方案，那每个月非常的便宜，只要1199块钱。那另外还会送您非常多的赠品，其中包括家乐福的礼券1000块钱。那另外还会让您免费的收看豪华 HD 餐，里面有24个高画质的频道。那另外还会再送您每一个月有500块钱的随选影片看片金，还会再让您免费体验包月电影院，最多可以免费看到2个月，还会再赠送您免费的智慧型录影管理，有1年之多。当时业者为着要让民众更加方便的利用 VOD 的影音服务，特别设计了一个 BB MOD 手机应用程式 APP。伊会当甲厝内底机上盒做配对结合，让民众伫咧厝内看到一半影片，唔免因为临时要出门，就去用拍灯。那从即日开始到9月底之前，如果你有升装我们的 BB MOD 的话呢，那透过手机或者是平板，就可以免费收看公司这边所提供15部精彩的影片。那您如果回到家中跟家里的数位机上盒再去做配对的话，同样的，您透过数位机上盒也可以收看到这15部影片。为着要让 BB MOD 这款方便的应用程式，让更多人来利用，业者也推出，即马只要下载 BB MOD， 就有15片免费的影片会当观赏，呼吁民众量早下载，量早享受。台湾新闻网赵张伟忠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市立图书馆将伫9月13号庆祝98岁生日，所以这个月特别规划侪趣味的活动，包括历史相片的展览、有音乐会、有庆生会等等，希望让民众了解图书馆不只是看册、借册而已，也有轻松丰富的另外一面。用一起 Party 吧这个欢乐的主题，台南市立图书馆要来呈现今年98岁生日。这座国内历史第2悠久的公共图书馆，目前馆内也已经开始展示台南市立图书馆过去的老相片，每一张拢有一段历史的故事。同时，为着要庆祝98岁生日，伫咧9月份将会有一连串的主题活动，结合爱心公益市集以及艺文表演的露天 Party， 甲真人图书、快闪音乐会等等。主要是我们邀请一些公益团体，那一起来摆摊，有办了一个野餐趴，好，那邀请了谢明佑金曲歌王，还有像冲绳三味线啊这样的街头艺人呢，有一个舞台呢不间断的一个演出哈。那主要我们这样的一个邀请，主要是因为图书馆的一个服务对象是从0岁到100岁，好，所以呢不只是说常来的民众，我们也希望说。还不了解图书馆的民众，不知道图书馆资源民众，也都可以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活动的办理，都一起来参与。这也是我们邀请公益团体大家一起来摆摊的一个用意哈。原本以着典藏书籍为主的图书馆，随着时代演进，空间的利用也愈来愈多元化。
今年市立图书馆也推出限定版本的帆布袋，同时也有侪趣味生日馆庆的系列活动，欢迎民众踊跃来参与。台南新闻网张伟忠采访报道。根据南区国税局统计，伫税务违章的检举案当中，平均每一单5000件到4500件是无效的。所以为了降低税关课征成本浪费，嘛避免民众误解课征机关敢是食案分段课查，所以该局想邀请3国学的专业人士召开论坛，希望达到行政透明。财政部南区国税局9月6号举办税务廉政透明论坛，主要目的就是要减少民众因为对税务规范认知不足，造成课征成本的浪费。因此，安怎化解民众因为资讯无对等产生的误解，提升税务机关处理违章漏税检举的公信力甲廉明的形象，共创三赢局面，就成为这场论坛的主要重点。我们今天这一场盛会呢，就是希望借由这个廉洁透明的论坛，让我们能够创造一个3赢的局面。那哪3赢呢？第一个，因为我们知道说检举案件其实是在一个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会造成很多无效案件的产生。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互动、意见的交流，能够降低这个无效案件，然后提升我们的稽侦效能。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讨论呢，能够保障民众知的权利。第三个就是因为前面2个做到了，我们就能够提升我们稽侦行政的效能。关于民怨的问题，最主要就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一种民众在一些地方拿不到发票，会怀疑某一些商家他有逃漏税的情形，然后他也许会去检举那有时候有些正常的商家也会受到一些无谓的骚扰，而且有一些民众检举之后没有得到适当的回应，也会质疑政府课税上的不廉洁、不公正那这个都是一个会造成一些双方的民怨。那另外也针对公益的问题，因为如果若干不当的检举或者滥行检举的情形，也造成整个税捐人力的无端的浪费这个都是这一次研讨会里面要讨论的很重要的议题。当中长期研究相关议题，现在也是台湾透明组织协会理事的杨永年教授指出，根据南区国税局违章检举案件，平均每一单受理5000件，但无效的检举案件就达到4500件，不但造成税关课征成本的浪费，也引发民怨，误会课征机关课查不力，影响税务单位工作士气。他愿意走在前面，把这个问题给凸显出来，因为是长期以来的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那重点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勇敢面对？那勇敢面对就是说我让大家知道嘛，这个就揭示嘛，让大家知道说，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有问题揭示了之后，我才会想说，那我怎么样去做一些改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对基层的国税局的同仁来讲，也是一个有形无形的一个压力。因为我们刚刚讲9成无效，9成无效就是说至少4000件它是无效的。那我的无效的人力在这边，那无效人力在这边，那又造成很多的民怨、误解。那我就希望说，我们就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大家一个共识，我怎么样去降低民怨降低这个无谓的这个人力资源行政上的浪费。因此，这场论坛邀请到法务部廉政署、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成功大学等3官学界的专家，做伙来讨论安怎照着行政透明措施来改善争议，也提升税务违章检举案件的处理效能。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嘉南美丽大厦配合新南向政策，伫这下年度得到教育部核定，会当开办资讯管理国际专班，有计来接收120名印尼高中生来咱遮读大学。想该校甲印尼官方以及台湾合作的厂商共同签署合约。这印尼邦加省高中应届毕业生上午来到嘉南美丽大学，因准备要伫咧嘉南美丽大学就读4档。伫遮要来完成大学学业，这届嘉南美丽大学伫咧经过教育部核定以后，所要开设的印尼专班，招收了120位印尼学生。校方也抱着欢喜的心情，要来迎接这批印尼留学生的来到。过去我们学校在东南亚的
一些学术上的大学合作很好的一些成绩。那么这一次的新南向呢，我们也承蒙业界的配合，那么很顺利的获得教育部的肯定。那么我们核定3个班120个名额，这是全国最多的。我特别感谢邦加省印尼这边的官方的大力支持，那么很顺利的招满了这些学生。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开始，往后我们会增进更多的合作。印尼专班除了嘉南药理大学甲印尼政府合作以外，也佫有一些合作的厂商要来提供实习的机会，让即寡印尼学生会当接受到较侪专业的知识，增加较侪实务上的经验。因此，3方面签署着合作备忘录，希望伫咧未来4冬拢会当真顺利，让即群印尼学生吸取到满满的知识。台南新闻网号张伟忠采访报道。根据统计，每5000到1万名出席的查某婴儿当中，都有1名无阴道或是发育不全的罕见疾病，因为这对着女性朋友的冲击真大，甚至有人会因此想袂开。不过，安南病妇产科顾问表示，其实现在透过中间的手术，赶快当拥有第2春。每一位女性应该拢有阴道，不过根据统计，都有人患着先天性无阴道，甚至包括无子宫的镜头。嘛有即群患者唔敢交男朋友结婚。对此，安南病妇产科顾问表示，已经过15档的研究甲手术经验，目前已经有18位平均31岁患者成功进行阴道中建，透过腹膜移植甲专利模具等技术，让即群妇女伫手术以后，除了享有正常性生活，甚至有生囝的可能。以往就我们讲简单的来说，可以取皮肤啦，或者取肠子啦，或者取腹膜来当成创造一个阴道，当成阴道的一个内衬这样子。那我们目前的话呢，我们安南医院呢，我们用腹膜，我们透过腹腔镜用微创的方法取一片腹膜，超12乘10公分那样的宽度的腹膜，包覆在一个阴道模具里面，摆在那个我们创造的一个阴道。这样的话呢，它就形成一个完整的阴道。这样的情况就身上不会留下疤痕，而且腹膜它自己会再长，也不用开刀把这个肠子切一段下来。这样有它的好处，侵犯性少，又可以得到最好的功能。为了唤起有同款病情的妇女朋友，会当寻求这项手术来得到第2春。病院除了邀请患者现身讲法，嘛甲前往美国的患者连线分享因此找到幸福的心情。要不要谈一下你的这个爱情生活，还有婚姻的生活，还有你目前规划的情形啊？其实之前呢，就是也有，就是遇过一些对象，可是就是，感觉到不是可以一直走下去的对象吧。那后来大概在6年前，就认识我现在先生，那就是也是那个时候，就决定说，这个人应该是可以走下去的，所以就。找于医师这边动了手术这样。那我目前结婚大概2年多，目前就是打算到就是乌克兰那边做代孕的这些部分。安南病院除了发表阴道中建手术新的进展，嘛强调为了让这群有同款困扰女性患者，透过支持性的团体，会当互相鼓励甲分享，所以特别成立室友俱乐部，伫希望实实在在拥有幸福梦，千万唔通放弃美好人生。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短暂顺风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边广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10级。感谢收看9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